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台南艺术节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台南艺术节已经到现在，应该是说从合并之后开始的第2年开始办，所以今年也是第9年了哈，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那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展演活动都被迫取消或是这个展延。那台南艺术节今年又为了在此相遇，是希望说大家在艺术的领域里面相遇，希望大家在这艺术的殿堂里相遇，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珍视我们艺术发展的机会。那虽然碰到疫情，但是台南艺术节还是会继续的推动，继续的办理，而且我们希望说这个因为由于疫情控制的好，所以在台湾还是可以继续下去有这样子艺文活动。你可以看在艺术之都，不管是威尼斯，不管是意大利啊，或是这个法国啦，或是这些欧美的国家，事实上艺术活动都已经停摆了哈。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方式能够继续推动艺术工作。那当然像我们这样子要把防疫工作做好，因为如果没有把防疫工作做好的话，我们很多活动就会这个停摆，或者是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谢谢各位，也欢迎各位来台南艺术节，让我们在艺术领域里相遇。人并不是一座孤岛。今年的开始是很特别的一年，疫情影响全世界很多的动态。在一个隔离的时代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人是更渴望跟彼此接触，人的存在其实是需要彼此的联系。台南艺术节它作为一个城市艺术节，今年如果要继续移动，应该是要在隔离时代的这样子的情境里面，去把相遇的意义带出来。透过我们日常生活不断的移动跟身体的经验实践，重新找回一个地方，它其实有文化的多样性、族群的多样性、记忆的多样性。We were waltzing together. 在地方相遇里面，我们怎么样找到相遇？它其实是一个想象的行动方案。是啊，你一个，你讲一个，我一个。伊是唱台语歌哦。透过2组艺术团队进驻到2个不同的地方，去相遇2个不同的世代。透过他们本来日常生活里就在实践的娱乐，能够带他们一起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机会从日常生活里面转换成为某一种艺术创作的工具。在艺术创作上，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年艺术节，透过创作顾问的陪伴，从创作者到表演者之间建立出来更为长久的艺术上的对话。带领人主要就是要去引导他，更是带领他试试看去突破一些他习惯的一些框架。可以看看。在社会相遇单元里面，我们会找到的创作节目，他们关注的焦点大部分都是在资本社会里面会消失的个体，或者是不容易被注意的个体。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剧场创作的方式，重新去了解他们，甚至跟这样子的议题开启对话？传说相遇呢，其实我们选择的节目是传统经典的当代历史翻案。当当代意识跟概念进入传统的文本去诠释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用新的角度
重新看待这些历史里面的遭遇。隔离时代不是今年才发生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靠科技拉开了我们的距离。移动到一个地方去看艺术节，移动到另外一座城市，那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要去跟未知或已知的事情相遇。所以我认为相遇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想象如何和环境共存的行动方案。今年因为这个新冠型病毒的关系哈，所以呢一寡这大型的活动哈，拢几乎呢看不到了哈。那么咱看到世界各国吼，有的人因为这个新冠型病毒的关系，像我迄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讲哈，比如讲有一寡这个所在这个电影院吼，拢关起来吼，因为安尼你要像迄机场的这个像这个航空公司啊吼，因嘛是影响足大的吼，伫这当中呢，咱对的这个经济啦吼，也是对一寡吼艺术的这个活动吼，都有这个冲击吼。但是咱知影吼，伫咱台湾还算是幸福的啦吼，因为呢，咱头前迄几个月呢，虽然这个疫情非常的这个紧张吼，但是渐渐吼，咱的疫情因为控制了有好势吼，所以呢，咱一寡这个活动呢，慢慢拢来复苏起来吼。到这个年底吼，咱目前啊吼，一寡这个活动尤其是伫咱台南市，咱看到很多的这个活动都很热闹哈。尤其是像今年这个国庆烟火吼，咱台南呢涌入了50万的这个游客哈，大概去观赏这个国庆烟火啦哈。那么紧接着咱台南市呢，还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咱台南艺术节哈。那么咱台南艺术节伫过去呢，当然啦哈，那是这个艺术节这个活动。咱拢有一寡国内外这个艺术团体来这个所在表演。那么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寡国家吼，因为疫情非常的这个严重啦吼，所以呢，伫这个当中因也无法度来到咱台湾遮来表演吼。那么因为安尼，互咱台湾的一寡吼，这艺术团体更较有机会吼来展现因的这个才华吼，更较有机会来演出，互咱的这个乡亲朋友来观赏吼。那么伫今年的这个2020的这个台南艺术节，咱有一寡吼很特别跟往年不一样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内容。那么咱今日邀请到咱文化局艺术发展科科长萧静怡科长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今年这个台南艺术节这个活动的内容哈。那么咱首先邀请科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这个招呼。科长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司法展科的科长萧静怡。是，那么好多我看到吼，咱的这脚本内底伊讲吼，这咱这届吼台南艺术节这个活动主题叫做为了在此相遇哈，是，哇，好浪漫的这个名词啦哈，那什么能够上转角遇到爱哈，转角哈，基本上的是讲哈，我们这个市府的活动哈，跟民间哦已经这个没有代沟哈。反而有那些哈比民间还超前部署哈，一寡哈这类活动这类就是说创意啦哈都不输给民间啦哈。那么咱这届哈这类台南艺术节这个活动内容当然哈，咱科长用这么多的时间去精心的这个策划哈我想呢今仔这部当中呢，咱就请科长给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今年这个为了在此相遇，它有什么特别的典故，或是说特别的内容？是今年台南艺术节的主题是为了在此相遇。那从台南艺术节是2012年开始的嘛，那一开始想说带给各位台南的观众朋友很多的表演艺术的节目可以进来台南。那一方面也透过艺术节可以去给在地的表演艺术团队一些表演的舞台，然后更多的演出经费让他们去做创作。那中间办理的过程，其实也一直在想说，那一个城市的艺术节，其实它到底应该跟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艺术节它到底应该是什么个性？能不能反映这个土地或这个城市的特色？不然的话，其实像全台湾的艺术节大概都差不多，就是一个活动期间，那很多的表演节目，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艺术节其实做了一个转型，那导入策展人的制度，那请策展人帮我们规划整个艺术节的节目，那定一个艺术节的主题，那希望艺术节呢可以更加的跟在地
跟城市这个地方有关系。那今年的主题是为了在此相遇。那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受到了一些限制，或者是你移动方面受到了很多的影响。那包含表演艺术团队或者是每一个个人都一样。对，那在隔离的时代，就是大家都可能被关在家里面，或是不敢出门。那集聚就是跟朋友的相遇或碰面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对，那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希望同时之间在中间我们也去想说，那艺术节跟怎么反映这个环境？那怎么去帮助人们走出这个疫情的困顿啦？哈，所以艺术其实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快乐，那艺术也可以治疗大家的心灵，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透过艺术，是不是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让大家来台南相遇，透过艺术一起来相遇，所以才会有为了在此相遇，就是给大家一个希望吗？给大家一个理由，就是用艺术来聚集来相遇。这个好像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做多人吼，迄个时间吼唔敢出来，或者是讲因为隔离的关系哦，有人长期关在家里面哈，闷到慌了哈。那么因为安呢哈，可能大家也疏离了啦哈。那么借这个活动哈，为了在此相遇，见到面了，你还在？对，你。或是说，你还很健康，哇，恭喜恭喜！那就过年，大概我们以前听过那个年兽的故事啊，隔天啊，那个年兽走了啊，你还在啊，恭喜恭喜！所以哈，那个我们借这个活动哈，所以活动哈，我们这个科长哈，他们也很用心哦，在构想这个主题啦，很配合现在疫情的这个时机啦。那么这个活动哈，内容哈，我想哈，很多咱的乡亲朋友想会了解，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今年艺术节刚刚有讲过，主题是为了在此相遇嘛。那相遇呢，我们就想说，好，那到底要怎么在艺术节里面跟大家相遇呢？所以我们就策展人就是今年也是我们资深的剧场人周灵芝老师哈，他就帮我们除了策划主题之外，也帮我们梳理整个艺术节节目的内涵，就是看过所有的节目之后。那我们这一次呢，帮大家找了3种不同的相遇，一种是传说相遇，那另外一种就是有社会跟社会相遇，那另外一种就是地方的相遇。那在传说相遇里面呢，蛮多的节目其实它都是改编传统的经典，然后进行一种在我们透过现代，那怎么去看传统它以前经典的一些故事，那重新去做诠释。所以里头呢，我就直接讲里头的节目的内容有什么哈。那会有一档就是府城夜话，那就是由我们在地的团队，就是基史腾团队带来的一个演出。那其实他这个演出其实踏查了台南，就是有3段的乡野奇谈，比如说最强女鬼陈守娘，就是来自传说嘛哈。那加上到时候会有一个直播主，就是我们台语达人卢志杰，就是他会在现场做一个直播，然后加上3声献艺，它其实就是一种台语台式的混种，所以就会告诉大家，那这个3段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那基史腾他的创作特色，其实他一直用台南的故事来当做他创作的文本，那也是非常鲜明。那另外，博优座呢，它会带来一个移动式的剧场，就是渣男潘金莲如是说。那因为潘金莲其实他在历史上可能是一个他的角色定义其实是蛮有争议的，大家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看用什么角度去欣赏他哈。对，所以在以前是历史是这样的定位，但是到了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呢？那这一个博优座他这一个演出比较有特别的是吼，其实它会有很多的门，然后很多小房间，那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进入哪一个小房间去看什么故事，所以每个人可能看完你得到的故事，你的感受不同，但是是你自己去做决定。那这个也是这一次特别帮我们新营文化中心量身打造的节目。那另外一个真快乐掌中剧团的孟婆汤呢，其实它是用3个经典的以女性观点为出发，那3个女性经典的角色，比如说白素贞啊、王宝钏等等，对，那她去做重新的诠释跟演绎。那其实这个
掌中剧团呢，其实它是传统布袋戏团，但是它透过跟现代戏剧的一个交融，那所以它会有一种传统跟现代的对话。对，那另外秀琴歌剧团大家不用说，粉丝也非常的多。那这一次也是在无缘带来他们经典的一个作品《重台梦回》哈。那台邦独奏家呢，其实他就会在他会带给大家一个经典的交响乐曲，那会在我们很美丽的酒神广场去做呈现。对，那另外社会相遇呢，其实它比较像是带着大家去探讨一些目前当今社会我们遇到的议题，比如说会有简居族啊。那可能会有亲子之间的关系，一些紧张的关系，或是控制的关系。那另外可能还会有我们现在常常用3C 的商品去看这个世界。那到底你是被控制，还是你在控制3C？那所以呢，同党剧团其实它带来的星期10猴子死翘翘就会有一种比较黑色剧的方式去讲述亲子之间的关系。那另外就是2009年88风灾，其实造成了非常多的伤亡。那林廷旭工作室会用88这个曲子去让大家去想说，哦，那生命的消逝跟存在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反思？那还有就是很剧场其实他们长期就是透过新媒体在做戏剧，所以他们也是一个把新媒体跟戏剧交融的非常好的团队。那这一次呢，他们带来我和我的午茶时光，就是3C 这个科技艺术到底在剧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在大家的生活里面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对，那另外斜杠青年，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年轻的年轻的孩子们，对，那他们组成了一个年轻的团队。那因为以前台南好像有很多的理容院嘛，那他在大家就一个消失的理容院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故事？对，穿梭在巷弄之间去，也是一个属于游走式的剧场。那另外也有广义基金会这一次特别跟他们合作，那带来盗火他们带来一个幽灵晚餐，就是用以前有一个民间传说幽灵船的故事，对，然后去作为概念，然后好4个同学，那10年后他们各自拥有共同的秘密，那到底是谁把他们集聚在一起？那其实这个也是有一点悬疑，有一种悬疑的剧。对，那另外阿伯乐呢，他用4个简居族的故事去探讨。那现在社会其实4个简居族它有各种不同的故事，可是看似不相关，可是其实他们是不是中间有某一些关联性？那去反思说，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对，这是社会相遇的部分。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剧场之后，可能就是说，它会让你有去深度去思考。那请问，我们有时候去看一场电影回来，我们就会想，这个电影里面它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意涵啊，或者是说你从电影的这个欣赏里面，你去启发到什么哈，或是去想到什么？那么当然透过这些表演，也表演主角，或是说他们创作的时候，可能他们想要带给民众一些什么感受，或是说要带给民众一些他想要传达的一些意义。你讲你看看尊耍可以哈，他可能回去让你再去回想，还有一些故事还让你去去体会，然后以后还可以我曾经去看过什么，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哈。那么咱讲了这个活动的表演呢，我们以前有时候可能会在街上啊，或者是说在海边表演。那这一次我们的表演，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啊？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好，这一件事情呢，其实过去大家都会觉得在看表演一定要进入到剧场，但是剧场的空间有时候会离大家比较远。如果你是没有看过表演的人，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场域好像离我有点遥远。所以在之前的艺术节其实有一个城市舞台的单元，它就其实把城市的非常多的空间就释放给团队。那它可以为这一个地方去做一个全新的演出，或者是利用这个环境的空间。那后来我们呢，其实延续了这样子的概念。那希望，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在常民生活的场域之中，所以他对这些地方很熟悉。那如果当艺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时候，他其实就会看说，原来我的
庙口，我每天经过的这一座桥，或者是我常去的海边，可以有这样不同的风景。那如果戏剧在这里发生，其实它就会更细的去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环境跟它的风貌。所以这一次呢，除了在剧场里面的演出之外呢，我们也有蛮多的演出，其实是利用我们城市的空间，那延续着2019年策展的主题是看不见的城市，希望透过艺术也带大家到平常你可能经过，可是你可能没有发现的一些美丽的地方。也许它本来就是一个观光的景点，那也许它本来也许它不是，但是你可能没有发现它的美。那另外就是有没有发现我刚刚少说了一个相遇，就是地方的相遇。那地方相遇呢，其实也是这一次台南艺术节策展人特别为我们构思出来的一个计划。那以前大家会认为艺术节可能参与的就是观赏的人，然后跟表演艺术团队参与比较多。那其实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艺术其实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有。所以在这一次的台南艺术节的社区策展里面，社区相遇里面呢，我们就想要打破这个方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参与艺术的的机会。对，所以呢，我们会有2个计划，一个是人生的一条歌跟无证漫步。那人生的一条歌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特别选了长者，然后跟小朋友，就是2个不同的年龄层。那人生的一条歌呢，我们就去拜访了在盐水、柳营、后壁一带的长辈们。那因为他们都一定有歌友会，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唱歌。那这个唱歌可以跟艺术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就透过访问啊、踏查，然后跟工作坊去访问这些长辈，说，在你的人生故事是什么？那你可能每天会看到的。你有印象、有记忆的事情是什么？你的童年记忆是什么？让他们去说出来。那也许这一条歌，可能是既有的歌，那也有可能是他记忆里面他家乡的童谣，可是已经没有在传唱。所以哪一首歌最能够代表你的人生故事呢？所以我们找了6个长者，就是来帮我们做这个计划人生的一条歌。那中间呢，因为其实有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故事，对，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然后其实你跟他们访谈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还真可爱，就是会记得他很小的事情，然后某一件事情他会一直存在他的记忆里面。那我们就想要把它挖掘出来。所以中间比如说他有一些影片，有一些照片，然后跟他访谈的记录，其实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巡回展。所以现在就是会在5个地方巡回的展出。那11月22号的时候就会在线上有一个巡回的展览，就大家可以去看这些长者的故事。这个刚刚小公吼，像我本身做广播，那有时候听众就会跟你点歌，然后他跟你点歌的时候，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点这一首歌？”他就会讲，他就开始讲啊，我因为我怎样怎样哈，他有什么故事啊哈，这一首歌让他特别有感觉，是啊，有时候歌词啊，或是当他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刚好这一首歌在传唱，所以他会对这一首歌有共鸣，然后呢，他就会一辈子都记得这一首歌。所以我们这个科长呢，他们把这个人生的一条歌哈，这是用台语讲啦哈，零星的一条歌。那么现在长者哈，他们去回忆他的过去，对，有些人因为这一首歌。这条歌出来了让他回到从前，或许是他的初恋，或许是他曾经的一个悲哀的故事，或是他一个快乐的故事可以重新再回到从前那么也是说，为了在此相聚让他在这里遇到了他回到过去的那一段故事，然后可以重新回味那么咱这个这个活动有一个周边活动，好像以前没有啊，这一次特别有这个周边活动。什么是周边活动？是在讲周边活动之前，其实我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社区策展计划里面是针对一个小朋友的。那我们这一次也找一个编舞家黄怀德他是学八家将的，那他是一个现代的编舞家。那我们就让他去跟安南区青草国小跳古镇的小朋友去做一个合作。那也有大概20堂的工作坊已经上完了。然后他们合作呢，其实
不同的跳舞之间它有不同的身体语言，那2个不同的世代，它不同学习不同的舞，那怎么去做交融？我们也是把对，就像人生的一条歌跟舞阵漫步这个，我们都是把主动权还给就是长者，还给小朋友，让他们去对他们变成主角，就不是被动的看演出，那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歌，发展出自己的舞步，对，这个是我们也是比较想要深度社区、深度地方去做的事情。那讲到周边活动呢，这一次除了演出之外，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5场的工作坊跟讲座，就。有3场的讲座跟2场的工作坊。那工作坊呢，我们是比较深度的带大家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就会有一个舞蹈的工作坊、戏剧工作坊，去深度理解说，那一个戏剧它是怎么被形成创作出来，那一个编舞家的身体它怎么去做就是运用，那你怎么运用你的身体？那另外工作坊呢，其实是比较讲座的部分是比较全面的，就是让大众去做参与，那他可以知道说，那我们为什么在艺术节里面就是导入创作的顾问，那一个戏剧，当他用，比如说基史腾，当他用台南的民间或传说的故事的时候，他怎么发展，最后变成一个舞蹈，或是变成一个戏剧。那另外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邀请一些艺术家到台南，那他们就是有书写了一个，就是对台南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透过艺术角度或透过其他的角度去看台南，就偏偏遇见台南，所以也会有这本书的分享。那创作者也会到我们的现场。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人生的一条歌的巡回展览，就是也是蛮就是邀请欢迎大家一起去看这个展览。我想这一点做这样回想。是很多的这个民众会有回响哈。那么各来的是讲哈，那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各有这个顾问的制度，所谓顾问制度是什么？创作顾问、戏剧顾问是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团队的部分引进的一种陪伴的方式，就是我们有时候表演艺术团队他会长期，比如说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那长期下来呢，其实他会有可能他没有办法打破他的一些思维，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突破。对，那另外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里面导入戏剧顾问，就是说，好，那如果你我们希望从外在的力量，然后给你一些扰动或者是一些刺激，让你重新再去思考说，那你的以前创作过程，或是你本身，比如说有一些团队，他可能已经成立蛮久一段时间，但是他一直都还没有找到他的团队的核心跟他的定位，或者是他的团队的方向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戏剧顾问导入去帮助他。那你怎么去你如何建构你的剧场，你的剧场美学，你团队美学，你团队的定位是什么？所以这一次基史腾跟阿伯勒，我们都有邀请德国的吕德的一个编舞家孙尚奇，然后跟琼剧场的艺术总监就是高君要进入他们，那陪伴他们去帮他们自己做一些梳理。那有外在的刺激之后，其实他就会反思自己，会从里面去打破他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团队成长，然后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今天哈，咱真感谢咱文化局艺术发展科科长萧静怡科长来给咱介绍咱今年的这台南艺术节有这么多这样丰富的这个活动我们不可以错失啊！尤其是疫情的这个当中，很难得有这些活动可以欣赏那么今天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谢谢。